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一場5班1200米嘅星之遠，第3場4班1650米嘅高高至高，同埋第5場3班1650米嘅智勇名區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8場3班1000米嘅怡傲錢莊，第9場3班1200米嘅蒸蒸日上。就係呢匹星之源嚟嘅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埋邊開心樂園鬥緊紅桃新星啊，外邊東來欣賞呢個時候就上啦，出邊位置星之源亦都追緊啊，後多層嘅馬呢仲輕功猛男啊，最後100零米東來欣賞就拋離咗第一個身位啊，外邊追上嚟有星之源啊，東來欣賞贏啊，星之源第2，輕功猛男跑第3，第4名埋邊開心樂園嘅機會係似乎高少少啊，結果今場賽事。東來欣賞，縱使全程外踏都一樣贏馬。廖康明馬房高高至高第2次上陣，已經喺田草先6米跑第3，輸俾開心勇區同埋榮進大道2匹今季喺3班持續有好表現嘅馬。大眾福星中檔榮進大道啊，最後100零米開心勇區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咧拋甩咗少少噶啦，榮進大道呢個時候撻着咗追緊佢，接近終點，開心勇區到先啊，跑第2名外邊榮進大道啊。到3月下旬，佢又喺3班田組1004米跑第4。雖然落後頭馬有盈亮4個馬位，但第2、3名嘅綠野飛馳同活力拍檔再出分別入位及贏馬，賽事水準高。今次高高至高初落4班作賽，轉戰谷草1650米，以其前置跑法夠主動，應合發揮，提防落班即平。第3名活力拍檔，第4名係高高至高啊！最後直路啦，智勇名區搏走甩㗎啦，咁啊見到第2位有建測群英啊，中檔上呢仲有型好威風啊，外邊有一隊黑桃火箭，最出仲有隻大學生啊，最後100零米都智勇名區仲係佔先啊，見到呢隻型好威風逐步蠶食上嚟，出邊有個大學生接近終點，智勇名區埋邊到唔到？型好威風追唔追到？要影相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智勇名區咧就拋離後邊嘅對手個幾身位㗎啦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三江飛輪追緊上嚟，中檔大千氣象龍紋邊影啊，外邊仲阿基拉啊，最後100零米智勇名區支離咗1個身位，龍紋邊影追緊佢，入邊我做到，出邊上嚟仲阿基拉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龍紋邊影終點前有機會過馬。苦心星就中檔第3位，埋邊有進同心啊！中檔追有馬力，最出嗰邊啊品德寶寶同埋價值傳承，仲有隻灰馬紅日些。最後100零米領航君子外邊呢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苦心星馬力一對追緊上嚟，入邊燭光晚餐接近終點啦。外邊位置領航君子兜個大彎都贏啊！最後200米啦，喺中檔咧都透出咗，越走越遠噶咯。嗰隻就怡傲錢莊啊，頑童就喺第2，馬力就進佔第3，出邊就新力。咁啊後邊第5貼欄呢，就蒸蒸日上，中間落足心機。揈咗出嚟中間啦，外邊位置係傑出漢子啦，響埋邊追佢有富國兄弟就紅衫嘅大外檔嗰邊啊，蒸蒸日上嗰啲，出邊位置仲有電源之區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精彩進帳接嚟咗大約個幾身位，蒸蒸日上呢，響外邊追緊上嚟，中間仲有富國兄弟接近終點，精彩進帳無驚無險，今晚暫時4 win，莫雷拉、方嘉柏呢個組合咁啊，精彩進帳贏馬，跑第2名呢，咁啊埋邊富國兄弟好似係高盤少少啊。出邊呢就蒸蒸日上追咗上嚟，至於第4名都近嘅太太精神，似乎過到。